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阿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最近呢，有一个特殊的案例，讲到在都市内面的停车位，要甲机械改做平面。是该讲都市基础大不易，车位搁较伤脑筋，偏偏机械定定会歹去。这个妈妈发心要甲机械改平面。 法令甲储备头尾呢，敲了3年，终于成功，好不容易。今仔日，咱来研究这个故事的开始。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就是我头拄仔讲的这位妈妈，脑救大楼再生倡议者林子晴。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子晴。 那么第二位是不动产的估价师蔡文景。各位来宾，晚安，大家好。那么第三位，咱老朋友，韩国德林科技大学不动产经营系兼任副教授林王金林老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王金。那么首先呢，咱就来请林小姐来讲这个实在讲是舞了超几年？舞了3档。舞了3档我看你这个林小姐提来这个伊个故事7页要甲1点钟内面要讲完其实真不容易，尤其你车位真复杂。你先甲大家讲你这舞3档当中主要大家已经知影，讲恁的机械的车位要甲改做平面，是安怎要甲改做平面呢？其实一开始是因为咱这个机械车位拢是歹去的。 自开始，这个厝起好了无偌久了，拢总歹去啊，几乎无人咧使用。毋过有需要车位的人，伊可能伊的车位拄好歹伫顶悬，下当用的伊拄好伫下骹，所以拢歹去啊，就下骹的人会当停尔。厝皮头尾为着这大家冤家，感情无好，应该是爱感情上介好的厝边，两个小见面拢无拍照。你听佮讲有个人停伫顶头的，伊要开始用伊就去开钱，甲伊扭落来。对，就是因为讲我的车位伫遮10档我拢无用到。我即摆有车，我要来用的时阵有无？我就来开钱，叫人手工甲我这个车扭落来，安尼就别人的车位就搁起哩啊。即摆去用起来，讲我停10档你即摆用甲我的车位搁扭起哩，我搁请人搁甲我扭来，啥大家拢无爱修理，因为伫下骹的两个人，伊毋免修理，伊就有车位通停，但是伫顶悬迄个人，伊就爱修理才会当停，所以伊讲咱3个人来修理好无？下骹2个人讲无我无爱修理啊，要修理你一个人开钱，甲阮3个人拢修理起来，你就当用啊。 所以你就来出面来整合，还是你天生就是爱这个打抱不平？其实一开始我嘛是甲大家问讲无咱来好好修理敢好，结果安怎去协调拢无机会，我嘛是咁要放弃啊。到尾仔来是因为咱市政府，阮台南市政府伊有去发觉到这个问题，所以伊来甲阮检查的时候发现讲，哎呀，恁这个车位哪拢无许可证、无合格证。是因先来发现讲，这个无合格。对，因来发现的时候，阮就讲安尼。 既然咱去用抽查到咱就爱处理。这时阵较会发生着讲，有个人伊拍死毋修理，安尼要安怎？有个人讲好无，既然安尼无得甲修理啊。拍死毋修理的人，第一有可能个车位佮修理好嘛停袂落。因为较早古早前的伊的车位就较细，嘛有迄特斯拉的，伊根本就停袂入去。也是相长的7人座的，迄个尾行伫外口迄无可能停。林小姐，你迄阵是拄好是社区主委？对，迄个时阵拄好毋知影。 路兼在路，走去做主委安尼，是拄好去争着这，你边仔学长咧甲你笑，咱甲观众朋友来介绍林小姐为着这代志后来去读着这个研究所，读着研究所伊这个建筑研究所，再去熟悉着这个读这个法律研究所的学长所以才甲斗阵来斗3工来做主席咱若是法律
无熟的时阵啊，咱有可能做毋到代志，我就感觉足惊吓的。吼，所以吼去想讲一开始去建构研究所，会当去问请教老师、同学，迄拢是足厉害的人。啊，毋过吼，咱处理遮个代志的时阵，咱无说哩，吼，咱去影响到别人的权利要安怎，所以紧来去成大的迄个法研所，搁来修这门课，拄好拄到阮的学长，吼，阮足侪建议安尼。来，我先互学长先讲吼。学长，你初初拄到伊的时阵，你发觉这个问题，你有感觉讲安尼盗窃的？迄阵时还佫无熟悉王金老师啦，吼，咱熟悉王金老师，可能处理会佫较紧哦。你感觉迄阵时你甲开破讲，这件代志的，这拍角在哪里？哦，来，这是一个心路历程啦，吼。就是讲，伊来甲我请教的问题，共同提出的问题是讲，这个车位5个人。有人拢无爱修理，5个人要用的人和无爱用的人，无爱用的人会影响到要用的人。因为我迄阵报告的主题是多数决啦，就是多数决，嘿，多数决啦，嘿啊。迄个阵我报告的是多数决，所以伊就甲我问讲，学长，车位会使用多数决无？安尼啦。我对遮开始。对，我讲你是发生什么问题？伊就甲我讲完了的时候，我讲。你这无一定爱会当用多数决，你这其实是客户的问题，因为拢有协议嘛，他们都有协议，拢有协议讲吼，因愿意安怎愿意安怎，只是协议完了，因无爱去履行，无人效。对，无爱去做，就是讲协议完了，因无爱去做，所以我有甲伊建议。当然这个代志毋是咱讲的遮简单，因为牵涉到各种法规、主管单位、啥物物件，佮人情世事。咱的学妹嘛，去用拄到车去用漏风啦，去用安怎？这个物件毋是像咱法律这样解决的，就是你的利益和别人冲突的时阵，所以我有甲伊建议讲，这会当坐落来好好啊讲啦。所以我是甲伊提供我对法律的意见，这是产权和使用权的一个。哦，你讲到重点，产权甲使用权吼，主持你先甲观众朋友介绍吼，恁兜的这个停车位。是虾米产权、虾米使用权，又个虾米叫做大工小工？阮吼制作单位吼，阮的团队的少年囡仔吼，今仔规工咧舞这个停车位吼，舞袂清楚，想讲哇，搭这惨啊！要讲互观众朋友知吼，要安怎讲互咱？真简单来讲互观众朋友理解。好，来一开始阮买这个厝的时阵吼，建设公司就甲阮讲，你无车位的人吼。你得减这个车位的持分，你有车位的人，你得有车位的持分。所以迄个时阵吼，这是建商的讲法。嘿，建商的讲法所以阮就甲算出来，阮一个车位的持分吼是加1/47，所以讲算出来这就是阮会当多好车位的位啦，47%。对，不管是伫建物还是土地，拢是有加即个持分出来，所以迄个时阵，阮就去找讲，你的车位无要用。所以这内面就写讲，你这个加出来的所在就是遮。对。就是下骹手的，你会当停车。对，你有加出来即个持分，你会当停车。所以阮的共有持分内底，总共咱的厝甲咱这个大楼的公设以外，佫会当切出一个1/47，就是你的车位的持分。所以迄个时阵，阮是用安尼的方式，先得去买卖。比如讲，阮先甲你的持分买起来，买起来我有取得你的车位的使用权，我取得了，我就会当来变更平面车位，安尼。是，但是实际上后来才发现讲，无喏，这是所谓的航空避难室，航空避难室就去改的。而且这个气温内面有的人是叮叮塔塔，实际上无遐济车位，真的用机械去堵。对。这个问题就产生这。我要请教就王金老师这种代志其实王金老师一听阮打电话甲找王金老师的时候就讲这老问题啦，老问题可见是真长久以来这历史的声音嘛。老师你小讲，这个停车的问题是一个真困扰的问题而且讲伊一个车价10几平方尔但是就是牵涉到财产权、牵涉使用权，佮一个管理维护的权利义务所以这个部分无共款时代的法律规定，佮无共款。伫个这个早期咱有一个叫做
80年吼，1091年有一个918的行政规定，哦，变做918事件。对，咱讲停车位的918事件。啊，咧918事件内底，迄个时阵拄啊是郝龙斌因老爸郝柏村搁做行政院长，伊感觉讲地下室前来违规使用，安尼袂使，安尼应该爱来管理。所以，迄个918事，迄个行政命令就规定讲，所有的防空避难室兼停车空间一定爱共有。啊，就拄啊讲主持拄啊咧讲迄。大公小公，迄就是伫迄个时阵演起来。啊，1991年了后，到尾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就1995年开定公寓大诶公务法。啊，公务法则规定讲，即个伊第58条第2项规定讲，即个法定停车空间甲即个防空避难室，起造人是袂当搁卖外卖，不能外卖，啊，袂当去设定互外口诶人诶专有使用权。所以伊就是大公或者是小公，所以这个即嘛目前讲起来，这个案例，不管你是平民也好，是机械也好，伊拢是属于这个大楼、这个公务的一个配套的设施、配套措施。所以实际上来讲，伊并无产权，这是公司。袂使讲无产权，伊的权利是伫个共用部分，所以这个建筑法就伫个迄个民国73年1984年的时阵，就甲这个增订一个102条之一吼，就规定讲，你起厝的时阵，必须要附建这个防空避难甲避难的设施，这个避难设施会使兼做停车空间。兼做停车。对，所以伊是安尼一定爱公共设施，就是伫个这个所在引起的。但是呢，民国80年以前，产权登记法规无规定无规定有一寡变做有专有的，有一个独立权证的。不过伊这个案例是无权证的，无权证是登记小公。所以这个过程到即马吼，开始前2-3年。立法院嘛，开始有委员伫定讲，即马虚评足多虚评足多，拢是一个买车位人买70尔，吼，你拄啊讲47%，其他的车道、其他的迄款的拢管互别人，所以迄个时阵，所以开真济钱，干那你买着这4%。买一个使用权，结果咧，其他的产权拢别人。这是建商的手法咯，吼，是安尼讲吼。所以2021年吼，我有接受内政部，我甲迄个谢财全吼，前司法院院长吼，阮两个接内政部一个研究，就是讲停车空间的这个产权应该爱来安那修正，安那来安那变革。是。我所以开始就去找日本的法制度啦，德国的制度啦，法国的制度啦，美国的制度。所以各国的制度内底你去看吼。伫个咱差不多70年代到80年代迄个时阵，拄啊工业发展，所以人口搬来都市，都会化足密集聚集在都会区，就是迄个时间内底欠缺这个停车空间，所以政府无法度因为变成讲你要起厝，你就爱所谓的这个社会成本内部化，所以你就爱附设这个停车空间，所以停车空间的性质吼，就是甲建筑物伊是爱有附带的关系，所以规尾就是伊爱做公共设施，这是一个合理的这个设计。所以即马停车空间吼，产权即马管理维护的责任是啥款？伊迄个建筑法内底77条，伊就规定讲。你这设施你咧建筑物的结构，你爱负所有权人、使用权人，你爱负责家己的安全。嘿，这个安全的责任，伊就挂互你。所以你若有发生什么代志，就是所有权人管理权人，也是管委会，伊做主委，伊这三位一体啊，这拄啊3位一体。但是麻烦的就是吼，观众朋友可能已经听啊无啥吼，所以我一定要切起来吼，互这个事情吼。搁来讲，咱互观众朋友吼来了解一下这整个故事吼，搁讲一摆吼。咱看这个图表吼，伊这个机械车位变做平面吼，伊伫台南安平区吼30多年的公务大楼啦吼，是法定车位。头早老师有讲着，
伊这是小工。什么叫做小工？咱小按遮同事者来讲吼，法定车位嘛是一个法律名词哦。哦，法定车位哦，啊，佫有其他的车位的名词，咱小等来请伊来讲吼。这个叫做法定车位甲小工吼，啊，这咧登记讲叫做坡道机械车位，坡道就是你溜落去吼是坡道，啊，但是内面是机械。啊，头拄仔观众朋友已经知影讲，因兜的这个机械车位拢歹啦，所以毋才爱扭落来，啊，就产生了纠纷。啊，变动成功吼，伊头一个。破解代金的计算的公式的，这个破空吼，所以会当省差不多1000万的代金吼，变更吼，以前是87个机械车位，54个车位哦，有意愿来参加变更，最后整合成功的有36个，啊，36个吼变做22个，这是怎啊一回事？咱对这来讲起。好，啊，咱首先来讲吼，就是这个法定车位是啥物件？法定车，咱就是讲。你要起这个大楼的时阵，你一定爱有车位。吼，我规定你介少爱有偌济车位。吼，所以阮遮有23个车位是规定的，你一定爱有，袂当混挂的。所以，这个法定车位，吼，伊若要变更的时阵，吼，伊所面对的困难就是伊袂当用免变，简单的辨识，伊袂当用免变，伊一定爱用使用执照变更。所以伊的困难度伫遮，你有法定车位，你要变更，你一定爱用。辨识落去办，辨识落去办的时候，伊就要过来看甲你这大楼的消防设施。是不是啊？你的意思是讲，你所面对的问题，有人的车位是小工，对；有的人车位是法定车位，对。就啊，两种。拢是小工，但是有的是法定车位，有的是自设车位。吼，啊，自设的就较简单，吼，要办就较简单。你即摆有看到我头壳顶头足侪问号的吼，来请这个蔡校长来小介绍一下，即法定车位甲这个小工车位的区别。法定车位吼是因建筑法规定的，一定爱偌济车位。啊，除了这以外，你其他佫有空间。伊因阵啊早期啊佫有，迄就是他王金老师讲的，就是奖励奖励的车位，啊佫有。自行发射的，我家己画的，这是无共款的。但是后来这慢慢，即摆咱只会当家讲做法定车位啦。因为法定车位吼，伊即摆对法定车位，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伊对法定车位的规定，含咱的民法799条对这个共有部分的规定是中济。至于那个奖励的部分，它却没有明文的规定，无明文的规定啊啦。哦，所以伊要做这项代志的时阵，首先要产生这个法定车位，你要甲歹变。歹变，吼，第一歹变，因为要面对代志太济，吼，啊，第二就是讲，阮的小工，阮的宽庄内底，持分内底，吼，是有阮的车位伫内底，吼，车位的持分比例伫内底，安尼，吼，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过户的。咱互观众朋友搁停落来吼，大工甲小工的这个区别是啥物？大工的话，这应该是教授来。来，教授来讲一下。拄啊，蔡国技师你讲这个大工小工，民法799条的第4项，伊就讲这个非专有的部分就是共有部分，啊，共有部分原则上依照专有的部分的比例去区分，吼，啊，但另外有约定的时阵，吼，将其约定。这个是伊的原始的条文对，啊，所以在咱事务上，咱的土地登记规则81条，伊有哪有规定讲，就是要约定的时阵，就是有小工的代志，平常时这大部分都是全体共有，啊，所以全体共有叫做大工，啊，部分的人共有的叫做小工，啊，其实伊这案内底袂当讲安，伊是一个公共伊一个建号尔，伊是一个建号啦。啊，有车位人加一点仔气氛。所以因遮采取就讲，伊这完全都无合法啦。对，那徛在法务部吼，法务部的见解是这拢无成立。这拢无合法。所以你要开始申请的时候，人就甲你讲，你这完全爱合法，才会当开始处理这代志。对。是。啊，所以讲，伊这个大工小工，咱即马给承认伊是小工好啦。小工，但是伊变做讲，伊这个公共的建号是一个建号嘛。啊，伊这个建号内底要去变更的时阵，
伊是变更这停车设备、停车设备。啊，伊停车设备要变更的时候呢，伊就牵涉到大家拢有权利。伊政府的角度来说，你是加47%，但是不表示，因为气氛这个代志是。你这个条啊内面每一个人拢有啦。对对对，气氛是一个比例嘛，是想象的比例尔嘛。因为每一个所在你拢有迄个比例的权利嘛。你中有我，你中有你。所以你变更的时阵，就爱回到《公益大厦管理条例》，就爱开区全会去办标管、多数管。这就袂当多数管，是不是安尼？但是这个是法律看法不共款啦。我的看法是应该会使，因为迄是叫共有部分嘛。那共有部分的决议就是回到区全会啊，无必叫上，袂使讲他没有独立的所有权嘛，伊无独立的所有权的时阵，袂当讲叫因遐人家己去决定，这个做法是不合理的。好，所以咱讲吼，咱大公甲细公吼，就是公共设施，吼叫做大公，吼会大的公共设施。小就是小的公共设施，吼这就是安尼，吼这先互观众朋友来了解。说落来，你开始变更的时候，你就讲，伊就无爱互你变更，吼佫拄着什么代志？其实一开始伊嘛毋是讲无爱互咱变更，伊就是要求咱的这咱的使用权呐，咱遮的权利变更的过程，拢爱互伊一清二楚，这资料拢爱交去。来，佫有就是咱有开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咱开住户大会时阵，是毋是多数的人，有超过3%的人同意你安尼变更呢？来。已经大家拢同意你变更啊！这个文这个开会了的记录拢送去的时候，伊个要求讲，你敢是真内底有反对的人？迄个反对的人，伊敢是有车位的人？到尾阮有一个反对的人，伊是无车位的。伊无车位是要反对什么？唔知影。但是对着王金老师来讲，伊是在概念上，伊嘛是拥有这个公共设施咯。是毋是安尼讲？区权会决议区全会迄决议任何一个人拢爱接受啦。所以市政府你讲，有人有反对的时阵有反对咱对讲迄个有车位的人，还该尊重，迄是财产权的尊重。但是呢，就公务大厦管理条例31条规定你只要有区权会2/3、4/3的通过，伊就大家人都爱接受啊。所以伊的决议条例24条是规定讲，所有的人，包括寄售人将来要来买的人，你若讲伊甲迄个决议变成有迄个纳入规约，伊这个规约会对寄售人嘛有拘束力的，嘛同款有拘束力啊。所以区权会决议市政府对这个有表示意见，我感觉。我个人无表示认同啦，应该是爱区权会决议。其实因会做到遮尔细腻，上介主要原因是有够侪人去澄清呢。你这安尼袂使互伊过啦，这有问题啦。然后迄个主办伊会足惊吓的，伊要求讲，你有放伫公布栏无？名证明，迄个搭一张带伫遐，名证明讲我几月几时有伫遐，会个阮个有寄通知书吼，所有的区分所有权人，个有迄个邮戳证明，全部拢甲加起哩，安尼敢若想是无啥问题啊。结果阮唔知影讲后壁的澄清的力道其实有够大，所以阮一直面对足侪问题，奇怪，就一切拢无问题啊，啥拢无过，就听到主办讲，搁咧会法制，因为因足惊讲，是不是这个过程中，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去损害到任何一个人的权利？好不简单，主办拢讲拢无问题啊，差不多 OK 啊，阮就想讲安尼无问题啊。竟然阁有人去澄清讲，你这是有容积率的问题哦。佫出来容积率。容积率的问题哦。较早这大楼袂当起到7楼哦，是因为你的停车位设到遮尔济的时阵有无？你开通起到7楼，你即摆甲停车位减少。对，你7楼就变违法。爱卡掉哦。这安尼敢有道理？即摆住户听到也要惊死讲安尼爱搁卡厝哦，7楼阮兜呢，我互你卡掉也对，主办就讲要求你爱去计算这个计算公式。咱先停在遮，郭教授，你认为这敢有合理？我车位减少，
所以变做7楼，你无符合这个容积率。我个人来看啦，我是感觉安尼解说是无合理的，因为早期核准的建筑物，你用即马的法规要来甲伊追溯，安尼是无合理的。因为咱的原则上是法律袂使回溯，袂使回溯去规定应准仔的代志。是，嘿，这所以我的看法。台南市政府敢唔接受？咱小咱讲哈，来，孟基老师。这个见解我也赞成，因为法定车位无什么增加容积不容积的问题，敢若另外一个叫做奖励、鼓励人设置的车位，伊会当来奖励容积。啊，那么伊的鼓励或者奖励车位，如果不是在这一次变更的话，你袂当用别人的代志讲我爱负责嘛。哦，所以这个。一个讲法就是讲法律不溯及既往，爱看伊这个奖励容积这个代志是啥物时阵？发生之时阵，当然是爱去考虑个时间点。啊，第二就是讲，你即马是法定车位要去变更，啊，法定车位要变更的时阵，依照102条的建筑法规，102条之一的建筑法规定是讲爱去交代金，啊，交代金这个代志。嘛是拄啊伊有做主委这个案例是讲，伊这交代金的时间点以前伊都有出啊，啊所以迄叫做法律不溯及既往，伊会使去用安尼，啊但是都既然无代金的义务，那有可能讲减容积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个是想象出来的问题嘛，哦，所以伊这个案内底，我感觉。叫伊讲会增加迄个容积量吼，这个是应该不存在的问题啦。咱搁转来遮吼，交代金这个代志是安怎来发生？是安怎被要求讲你著爱纳这个代金呢？其实咱即马拄侪建设公司，伊若要起厝，原底伊即间厝通起到5楼，伊想要起到7楼、8楼、9楼，还是起到20几楼，伊当去买道路用地啊、公园用地啊，吼啊送互咱的政府。吼，啊，然后互咱的政府互伊起较悬的，类似即个概念。所以你即马吼，甲我的车位，我本来讲奖励你车位用吼较济，啊，然后我互你起较悬的。即马你甲我的车位用掉啊，你是毋是爱还我容积率？吼，安尼你无来伫台中遐有案例，就是讲啊，阮著缴纳代金，补钱啊。啊，补钱我著互你拆掉安尼，哇！啊，算的用迄个公式算的，千外万，哇，1000外万，迄种1000外万的时候吼。我喺想讲到底要安怎？因为阮有几个人是纳，平均起来头一个人纳40-50万，阮有几个人是会送纳的。但是吼，大多数的人已经是贷款去买别人的车位的产权啦。那即马搁要去纳即个40-50万，已经强要跳楼啊！啊，大家拢讲啊，这是安那政府啦，嘿，啊，政府是要逼我修理车位，我搁袂修理一，啊，搁要叫我交遮济钱，哪会对？啊，我想讲到底是要安怎处理较好？吼，所以迄阵吼，阮就找有够济建筑师啦，啊，阮的老师同学啊，大家拢去找。咱上届早前的78年，迄阵也71年，迄个时阵，这个公式是到底安怎算出来？啊，结果算的吼，内底有一个所在，伊写讲吼，这个倍数到底这个计算公司要缴纳代金的这个倍数，它最后的解释权是台南市政府。哦，安尼台南市政府会当决定我是要纳200、1000呢？哦，啊，咱是毋是要来？一单位要纳偌济啊？你意思？无意思讲，总共是1000几万，还是总共200万？迄是看当时政府要互咱过啊，互咱过。所以咱迄阵嘛是爱去抗议协商嘛，吼。啊，要去抗议协商的时阵，就拄着有够侪人一直咧去澄清啊，讲啊，你袂当互伊交啦，你袂当互伊交这缴纳代金，你袂使互伊过，你袂使互伊过。结果有无？迄天要去协商，静一天。啊，伫遐算迄个计算公司伫遐想，伫遐破解，结果吼破解了，隔工去市政府抗议讨论的时候，算互因看讲毋免纳钱啊。市政府的股长我惊着讲，啊，毋是讲好要纳钱的，啊那即马无要纳钱啊，啊毋是1000几万要讲200几啊，那较毋免纳钱，啊即马迄个澄清的人听着吼，知影讲毋免纳钱的时候，伊个。爱互纳钱呐，袂使无互纳钱。本来是讲叫伊袂当纳钱，袂使互过。啊，即马是一定要有纳钱，袂使互无纳钱。起起倒倒吼。啊，来到最后真正要过迄个时阵有无？伊的检举啥？要检举这个主办渎职啊？为虾米？啊，迄个。放互过。阮无互阮机会，互阮做伙过。因为伊无参加嘛。
伊无参加，伊即马嘛敢讲哦会过，安尼你爱校阮做伙过啊，你无互阮机会过，你安尼损害着阮的权利嘛。所以这就是吼，人生在这个利益的分挂当中吼，会产生吼无共款的见解甲行为啦吼。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咱来看吼，咱看这个案例当中吼，因为初开始你观众朋友，如果你若拄啊才加入咱吼，咱家己讲这个，因为你车位吼，你处理车位吼，若有这种争议性吼，无管理，各种啊真济，你家己要注意吼。啊，这拄啊好是林小姐迄年拄啊做着主意无法度，啊，佫惊危险，啊，而且大家分这个纠纷真济吼，才会开始。啊，这吼内面整合变更设计，啊，佫变更的过程，他拄啊佫讲到这个代金吼，啊，要请这个学长吼，你来讲，伊咧立这个代金的过程当中，法令的这个解释吼，我看真侪观众朋友并无理解讲这个容积奖率甲这个法定车位之间的关系，你佫甲咱讲一下较清楚。哦，主持人好，这个王金老师拄啊有讲吼，当初是迄个时代背景，就是无停车位，所以伊用迄个法定停车位来作为这个停车使用的空间。啊，所以讲这个法律上伊有一个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伫内底啦。啊，所以讲伊这就是一个公共利益。啊，即马你要甲停车空间减少，公共利益的减少啊，啊减少的时阵，伊就讲。叫你来赔偿，唔是政府就爱想办法，搁去别位找停车位，所以伊叫你交代金互我，啊，我甲摕这个钱，较咧想办法，搁来用一寡其他的停车空间，就是公共利益袂使去减去啦。但是事实上有这个法定车位人，伊是有产权的哦，还是使用权？基本上是一个专用权啦。伊当然拄啊讲，伊有47%的迄个土地所有权。所以咱一般人咧买的时候，拢掠做讲家己是有产权，其实是专用权啊。其实有1.5岁。使用权，迄唔是产权，迄是使用权。一般来讲，的民间拢会感觉讲，迄是一个所有权啦。啊，但是法律上它不应该叫做所有权啦吼。就我来解说一下吼，咱哩。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咱用的法定名词叫做共用部分。啊，咱伫咧民法，咱是讲做共有部分。内政部解说讲，共有等于共用。啊，那中国人吼，捌中国字的人，大家嘛知影，这是无共款的。咱两个共有一只车，含咱两个共用一只车，迄是无共款的概念嘛。是，王金老师，你讲有？这都文字游戏啦。不过哈，公有法的真大的精神，就是讲利用权来决定所有权。啥人伫利用，啊，恁兜全部你会叫做专有部分，啊，大家拢爱用的叫做共有部分，或者共用部分，吼啊。伫个2009年修民法不宽篇的时阵吼，改做共有部分吼。伊迄个时阵是希望讲，按民法的改啊，你公有大厦管理条例啊缀咧改，啊结果公有大厦管理条例拢无改，啊所以才变成两个部分在伫遐。哦啊其实规尾吼，伫个条例第7条，伊讲公有大厦管共用部分哦，不得独立当做专有部分，啊所以伊的结果就是共有嘛。即当做就迄个结果就是，但实际上伊拢有咧买卖呢，他伊迄种共有嘛。他都有听到林小姐讲，其实虽然是47%，嘛有人咧买卖呢。因为这个买卖有牵涉到，迄叫做调整共有部分。伊叫做调整共有部分，就是讲伊内部的人会使互相调整迄个气氛。这可以，但是袂使卖用外口，卖用实务上是安尼啦。咱即摆登记制度，一般民间买卖吼，拢是买车位，就用买气氛去理解啦。但是法律上毋是这个概念。所以真侪观众朋友误解着吼。误解，这种误解。买气氛无代表我买车份，气氛是所有权，车位是使用权。我买一个气氛的所有权，无代表我就得到一个
使用权。嘿，所以讲这是一直来，法务部最近109年嘛做一个函释啊，内政部无共款的意见啊，就是拄啊王金老师讲的啊，就是讲共用的部分的市分袂使移转，伊若要移转会使，爱含迄个转油，就是你的主建物，你二楼的建物爱含遮做伙移转，袂使你单独移转。所以这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讲你厝地你家己的停车位，如果你若用袂到。你要买卖的时阵，你都要注意。袂有楼顶楼骹啦，即嘛无。当然会使袂有楼顶楼骹。即马是不是安尼？但是这嘛唔对的。而且就是讲，这就是一个法律以外另外一个现象。啊，这个现象有合理也无合理，大家拢认为讲伊会使做。啊，但是伫个法理来讲的是无合理。是，对。无合理，但是实务上大家拢安尼。尤其你头拄林小姐也讲啊，你本来是。4个5个机械车位，后来大家买卖了，变做3个平面的车位，这嘛是区分落去转移嘛。对，啊，你今仔日我要甲你买这个车位的时候，你若无甲你的持分转移给我，安尼我要增加我的财产。但是事实上，事实上这个概念是唔对的，因为我买这个市分，你迄个市分到底伫对，无人知。你就是整个，你拄仔讲，这个条啊，大家拢有。啊，你买一个1/1047，啊，你1/1047伫对，你遮。你哪会当甲我讲，这个车位就是迄个1/1047，这个概念是唔对。啊，会使讲，譬如讲王金老师，会使讲，譬如讲恁住户大家来签一个合约，讲咱就是啊，这位是某米人，这位是某米人，啊，从此以后和平相处。我讲迄吼。伫个公务大厦管理条例以前，根据大法官349号解说，迄叫做分管，迄会使共有人去办分管，每一个位分管。大家公务村车。对，啊，但是呢，新的公务法以后的时阵，无承认这个分管的代志，伊就是爱去做约定专用部分。爱去找因这的规约地政署，不是，伊爱去区分大楼的规约内底爱去定一个讲，啊，某一个所在上用的，某一个所在上用的，所以叫做约定专用部分。哦，专用就是使用，就是约定伫啥人的专用。啊，所以管理者就是管委会爱去甲这个编号甲伊编出来，啊，啥人爱交偌济钱，啥人交呢？我拄仔讲。所以，这机械式的车位也好，平面式的车位，管理权者拢是管委会。伫咧这个大楼的条例设计内底是安尼设计。啊，但是咱即马吼，包括开发商也好，包括咱的民众也好，对这个代志拢无讲介清楚。对，认知真薄。对。所以咱做这个节目，唔是干那要来研究着这个林小姐的这个案例吼。林小姐当然会要分享给大家吼一个概念，就是讲。咱从此以后吼，若是要买厝买车位的时候，你认为上重要爱注意什么代志？其实我感觉上重要的是讲，咱今仔日去买一个大楼的时阵，咱爱先理解讲，这个大楼的管理费是用伫倒一搭，吼，啊，伊这个车位，伊敢有交管理费？伊这个车位是由上来管，是由管理委员会来管吗？大家交的钱内底敢有挂保养费、保险费？啊，个维修的基金，如果若是无，就代表讲是由这5个人，还是几个人吼，伊一组车位人做伙管。啊，万一我即个厝边若无好，还是伊最近较无好，吼，啊，伊无爱交这个钱的时阵，保养也是出现问题的时阵，要安处理？吼，所以讲，因为咱无任何一个法规规定讲爱由上来管，拢是讲你的使用人管。也是管理委员会管，所以咱要买厝的时候，咱要先确定讲，这车位是送咧管，万一若是管了无好，人较要买出来，我去买着，就像安尼套牢啊。拄我买着楼顶的机械车位，就要用2万块去甲救落来，才甲人收了，真正是戆大呆呢。所以第一就要先了解讲，你买的车位到底是毋是啥人管，纳钱纳无啥人。另外。是毋是爱知影讲，我这是共有区分，还是独立的产权？这边安怎来分别？你一般啦吼，即马离民国84年以后，咱的登记机关内政部伊就规定讲吼，迄个登记
编号啦，就是讲你会当登记编号，1号、2号、3号、4号、5号，甲即嘛拢会使编，拢会使登。啊，拄啊，王金老师讲的，就是讲吼，大楼内底的人会当互相买卖车位，啊，大楼以外袂使。对。但是法务部伊认为大楼内底嘛袂使，就是反正你车位共有部分的持分，对迄厝啦，无共有部分的持分若要移转，就是爱含主建物做伙一解。对嘛？嘿，伊就是3项，一体主化。建物，过来共有部分基地管理3项。伊讲哦做移转一体性，移转一体性。啊，其实应该讲哦做处分一体性较贴切，因为嘛袂使分开去借钱，设定抵押款嘛袂使，就是拢爱做伙。啊，所以讲咱的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无规定，但是讲区分所有权人之间会使互相移转，这是内政部的解说，法律无，法律无但书无例外。是王金老师你的见解。所以吼，所以这个咱即马讲到停车空间这个代志吼，所以社会对法律的感情，甲法律安怎解说这个部分，其实是有一个差距的。啊，所以我毋知讲是安怎去做迄个研究案，就是讲啊，民间的人拢感觉迄停车位是一个有独立权证的。啊，咱即马法律甲伊解说讲，你都无独立权证，安尼是毋是会去互社会人接受？啊，所以阮才开始去找足侪案例去甲伊解释。德国吼，德国停车格会当做单独所有权，德国会使，啊，美国嘛会使，啊，日本嘛有，咱拢袂使，感觉怪怪。这人确实一个停车格，就是一个所有权啊。啊，所以阮迄个研究的结尾吼，阮的结论是讲，法律应该爱应面对现实嘛。啊，面对现实啊，应该爱互伊符合一般人的认知。符合啊，所以阮的具体的建议是讲，甲迄个停车空间，你30位还是50位，迄个停车空间挖起来做一个专有部分，啊，做一个专有部分，互遐个人家己去治理、主管。哦，啊，这个部分当然伊嘛爱来交管理费，啊，但是伊的管理费爱安怎算迄个部分哦，应该要有一个较特殊的规定。啊，所以迄个案已经结案啦，啊，要互内政部是安怎做这个案，因为安尼才会去消灭掉建商灌虚平的代志。因为你买一个车位，如果标准的地面平面式的2.5乘6，较早的，即马2.5乘5.5。拢13平方左右，15平方。啊，15平方其实包括车道加起来时，建筑机关互你的是40平方。40平方啊，去15平方以外，你拢甲伊管咯。楼顶无买车、无买厝的人，迄嘛无公道啊。所以停车位吼爱改革，啊，才袂去灌虚平。啊，停车位要安怎使用？我拄仔讲，大讲小讲迄个代志的时阵，拢是管委会爱去处理的。啊，所以观众朋友如果嘛是做管委会委员、主委吼，一定要想，迄个责任是恁的责任，毋是别人的责任，毋是迄个使用者的责任嘛。啊，你做决议啊，你就会使去收钱啊，但是要担责任的人，叫用一直陷害，这个真麻烦。但是王金老师讲的真有道理啊，哈。但实务上就是因为因这个发生在这个法律以前。哦，所以已经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吼。他拄仔佫讲到这个灌虚平的代志，这个蔡学长你也有讲，这个建商安怎来灌虚平，如何来讲，互观众朋友了解讲，你买车位是去用灌虚平。即马灌虚平较少啊，因为咱的内政部已经有规定啊啦。我讲的是早期灌虚平。假如灌虚平吼，伊有几啊种方式。嘿，我举一个例，就是讲，咱买主建物50坪，啊，咱共有部分公共设施，咱有10坪，所以咱买60坪，啊，所以60坪一坪呢10万是爱你600万。600万。嘿，啊，所以讲，建商就甲你讲，我搁卖你一个车位，所以迄个车位50万，但是迄个车位就是伫咧迄个
疾病的公共设施水箱子对，啊，其实迄个车位是一个使用权，我拄仔一直强调的就是讲，迄个产权还迄个产权，我袂互你用，迄是专用，你专用。但是这嘛是大家共有啊。哦，所以他照孟金老师意思就是讲，你停车位，你要来申请建造时，你就要先画出来，就讲我这个就是叫做停车位。孟金老师拄仔袂使用公共设施，单法定的配套设施，伊配套，你都有这个厝一定要配套。我看到一只牛放2摆皮啊。是，所以蔡国艺师拄仔你讲的，阮的研究内底有去调所有的各6都的迄个。建物登记，因为地政署委托的嘛，我就叫伊调去阮来统计，讲上济一个车位平面的停车位，如果你若是15平方，差不多4平半，啊，你若加变那个9平、10平，安尼是合理的。9平包括车道安尼，车会当停哩。对，啊，你有的人登记的时阵敢若登记15平方，佮加1平方。加1平方，车道伊敢若分摊1平方尔，其他的车道走倒，其他车道都大工吸收去啊。来，我解释。安尼的时阵迄就是非常，迄冠希明冠希明。这，因为阮做过建案啦，啊，阮爱含建商讨论过，早期我嘛做大师的时阵，阮有做过建案，阮有含建商讨论过。王金老师较含蓄啦，伊可能较歹势讲，啊，我就直接讲互大家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啦。拄仔讲诶，你的单价，咱早期咧买是2楼同上嘛，所以你的单价较俗。譬如讲，你的单价是10万，但是1楼单价悬啊，20万啊，啊，所以迄个大工的部分，我就互2楼1平，其他的大工的部分，我就互1楼5平，啊，所以我卖伊。40平加1平是41平，2楼的1平10万。但是我卖互1楼的时阵，我卖互伊的是50平加10平，还是加5平？我就55平就20万。我是建商，我是要甲大工管互迄个单价较悬的，还是要管互单价较低？内政部迄阵啊，无法度来规范呐，伊无法度规范呐。所以民国98年的时阵，才会规定讲。大工、小工的区分来按照所有的建物的比例去区分，对，就是安尼。啊，迄就是早期有这个操作的空间。所以咱咧买一间厝，甚至是你咧看车位的时阵，爱真正爱斟酌啊加起来，看伊有去管着安尼。你当初是要买的时阵，敢有去看了这？我当初是要买的时阵，讲奇怪，较遮俗，啊，就甲买落来。较会遮俗。因为咱拢是完全拢唔知发生啥迄阵是前手，甲你安怎讲？你是买二手厝还是？对，二手的。啊，迄厝主安怎甲你讲？我讲啊，你有车位？啊，我讲车位是平面的，讲迄车位歹去啊，所以就当做平面的用就好啊。啊，我第一届买厝，我就讲安尼是平面的。结果去看，哪有机械伫遐，搁歹去啊！我的位置下骹，我毋免修理，我就当停啊。但是我就搁想讲，楼顶歹去的人，伊袂当停，伊要安怎？对，迄个时阵较会想到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到权证的时候，你不疑有他啦。无，咱拢袂去想到啥物大工、小工啊、持分啊，啥物拢无。但是有一天啊，有住户来找我，伊讲这大楼真侪问题，然后大家搁纷纷家己的迄种低的成本拢送来我遮，阮一比较，较安尼，原来是安尼。你看到啥物？咱的共有的持分的所在，咱就是讲共有的持分，你是4楼的，你30平。伊是5楼的，伊也30平；伊是6楼的，伊也30平。毋过你有车位，你的持分加足侪；伊无车位，伊的持分加足少的。伊有车位，伊搁扛你共款。原来迄个差别，阮迄个建商算较有良心，伊迄个分，伊有家分啊足清楚的。拢甲你算啊，条文无浪胖，互你掠无啦。对，伊就是咱就是有车位的人，就大好，就是1/1047。咱搁讲诶，咱这地下室较早无人知影讲，这是产权还是使用权还是安那，所以大家拢感觉这车位足歹用诶。无我这车位足歹用，我5万卖你，搁写一个迄落买卖合约书。私底下5万卖你。使用权就卖你啊！嘛有人讲8万、几万，我拢毋知影，就听人讲5万、10万就当买一个车位。所以你整合起来，你。结果有迄5万、10万，还是8万，敢买车位的人，即马拄着市政府咧发钱，像伊发
罚这个原地所有的人嘛，结果这个所有人我唔对啊，我车位已经没人啊，你若是罚我，因为安那，咱的制度是安那，这个车位是送的，我就罚送。啊，要证明你袂好，你搁摕迄种，咱两个的协议，民间的契约书，无效，无效。安尼搁来一点，即马我车位卖你啊，吼，你拥有我的车位，咱是私底下写的。结果你是厝主，你换人啊，你袂有后一手来的时阵有无？伊要证明有这个车位，我摕旧的迄个契约嘛，好对毋对？迄嘛会产生纠纷的吼。来，即马即个去互罚钱的即个车主。伊一直互罚钱啊，因为市政府要求伊爱修理，你毋修理嘛？你讲你无爱修理，我去互一直罚钱啊，要安那？去问律师知影，即个契约都无效啊。伊去告前厝主咯。要安告？要无前厝主有甲讲你无车位啊，应该会安尼甲讲吧？那一般常理来讲，纠纷就是为家来。纠纷就是对家来。对。所以讲，你也无产权移转，你也无甲持分卖互人来证明讲你有家买这个车位，你只是讲我甲你这个使用权卖互你尔，要安怎证明？所以阮做的方式就讲，既然你有假出来车位的持分，伫你要甲你的持分卖互我的情形下，我较要甲钱互你。来，你搁算哦，我今仔要买卖厝的时候，因为我的持分加足济啊，一平偌济钱，我就加卖偌济呢？因为我有2个车位嘛，我有2个车位。一般人安尼想。系啊，我事实嘛卖较济。因为要卖厝的时候，伊会看你总平。所以头孟金老师才会讲，应该符合一般民众的认知，吼，即个代志，不管唔是讲合法啦，就是要符合一般民众的认知甲社会即交易的情形，安尼才对嘛。停车空间这个代志，产权安那变革，当然内政部还未做最后的政策决定啦吼。不过即马就是讲，以目前这个代志来讲的时阵，咱来呼吁拄啊讲管委会这个代志，拄啊若有讲大讲也好，小讲也好，内底加一寡气氛这个代志，根本的做法就是爱纳入这个管委会管理的范围内底把。伫个规约，公务大厦规约。但是就伊即摆即个 case 有真侪人无车位。共款嘛爱纳入规约啦，莫去讲私下你买遐拢无，迄拢是债权债务的问题，毋是政府拢无你甲你认晓。所以最后就是爱去甲伊合法正规的，那以后停车位是毋是讲爱变做一个独立的产权？这当然是爱会当思考啦，因为若有变安的时阵，较符合人民的这个期待，当然这就是爱去做一真济法规的改修改，迄法规的修改这。我这边要讲的是讲，咱这车位吼，你讲这是我的，还是要证明？我的车位时不时就互停车呢？时不时就有人停我的车位呢？这是安怎？政府会当管吗？袂当管。袂当管嘛？袂当管。我即马有人停我的车位的时阵，我要安那？我就要求伊离开，爱唔走啊！伊唔走，我会当甲拖出来吗？管委会爱管理啊！管委会要安管理？伊无讲权利啊！伊无讲权利，伊袂当甲拖出来哦。我打电话去迄个监理机关，讲这会当处理无？讲我无法度处理，我当甲你查看伊人有伫国内无？安尼尔。安尼我是毋是告伊甲欢迎啊？管委会可以定一个停车位管理使用办法。伊内底这个是合法的内规，因为这是土地条例嘛，对，因为法不入家门，公务法是法入家门，就是公共设施的部分我来管。但是这个停车空间的这个使用基本上是私权，私权就是你内部的政府的行政院就是管委会嘛，管委会就爱设这个管理办法，来要求这个住户应该。什么时阵会当停，什么时阵袂当停？你家己甚至画较好的大楼管理真上轨道，伊讲一个车位敢若停一架车，袂当有另外一台车来停。对，人这车牌啊，是当然伊会当甲你处罚，有较严的，佫甲你上锁，这是妨害自由，这袂使。但是伊会使甲你处罚，伊定讲你有罚金偌济。你也无，我就依照条例21条，甲你强制执行。万皮嘛，无会当甲你强制执行。阮顶一间的住户规约真正有甲定一个罚金，毋过阮的管理委员会哦，新的管理委员会讲吼，
这是违法的，搁甲抬掉啊。无，迄无违法，敢若讲上锁这个代志袂使。王金老师，你著今仔摕这个影带互因去看吼。来上后尾吼，请这个学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你啊最后来提醒观众朋友，你若要买车位还是要买厝的时候，啊特别注意什么代志？依咱即马目前现有的规定啦，就是讲，咱即马若要买车位的时阵吼，各位观众朋友吼，咱会当即马。若是84年以后，甚至98年以后，真侪车位拢伫宽装顶悬会当看出伊的编号，伊的编号。但是我要说明一下哦，这个停车编号吼，迄是一种叫做注记，迄毋是登记吼。啊，因为咱不动产的物权吼，咱是非经登记不生效力，就是你无登记就袂生效。但是这是一个注记。但是这个注记已经是内政部用尽各种的力量吼，会当互大家看得到，减少大家的纠纷。